喺呢度咧就簡單介紹下我哋嘅消防員。我哋消防船咧就長32米，闊10米。咁我哋咧有雙體船，咁就有4個嘅噴射引擎推進嘅。咁就食水咧就1.5米。咁咧就係主要咧就係應對咧澳門呢個海域相對咧比較淺嘅。咁佢船上邊咧除咗日常嘅駕駛室之外咧，有一個綜合指揮會議室。咁咧佢就係總匯咗成隻船嘅數據啦，包括咧佢嘅指揮啦，同埋佢亦都船上咧配備咗衛星嘅通訊啦，同埋航器嘅通訊啦，同埋日常咧我哋澳門船艦嘅中心嘅通訊。呢個船咧我哋就24小時運作嘅。呢隻船咧亦都配備咗咧就4支嘅水炮啦，咁佢有2支主水炮咧就110個距離啦，噴射距離啦，同埋有2支副嘅水炮咧就75米嘅距離。